国防部海军司令部中将副战号率队来市府，针对中海舰未来来台南安置中所等相关保存、展示在利用环境来拜会市长黄伟哲，双方交换意见，寻求共识。会中市长甲中将嘛互相赠送代表性的礼物。希望将存在海军战争历史上重要里程碑的中海舰来台南一案，会当圆满出现。一起研讨我们将来对于海军的功勋舰，这个坦克登陆艇、坦克登陆舰、中海舰，它未来这个进入台南来台南之后，应该可以放的地方、可以展示的方式以及修复的计划，这些都对于整个海军战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我们台南市也很荣幸作为一个文化古都，能够这个接受一起邀请中海舰来台南。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共同为这一段让这段历史让后人都能够记得，也能够让这个中海舰的永垂不朽。文化局指出，中海军甲文化部伫去年已经指定做重要的股本，所权人就是国防部海军司令部。经过文化部研商，决议由市府协助安置伫安平，至详细地点、维修做法甲工程规划，都由台评估再决定。咱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。谢谢。